歌頒獎禮啦。台上面咧叫做有兩位司儀啦，新城招牌嘅 Calvin 哥哥梁啟尼同埋威廉哥哥林柏希。喂，咁啊4首個兒歌咧都要公佈咗啦，頒發咗啦，跟住要公佈同埋頒發咧就係第5首同埋第6首嘅新城嘅教兒歌啦。你知唔知好緊張㗎？點解咧？因為咧好少時咧，好少可